最近很多京剧老师联系我，还有很多北京的粉丝，他们和我说：“小刘啊，没想到你们苏州的演员这么厉害，拿苏州话去唱流行歌，摇身一变就成了苏州评弹，带动了旅游，还带动了消费。如果咱北京人拿地道的北京话去唱流行歌，那不妥妥的就是京剧嘛，咱也能卖票了。”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！这个问题我也不想多说了，我相信理解的朋友肯定已经明白了如何来区分真假评弹。今天去看看外婆，有一阶段都没有去看她了，因为之前我们一直在生病嘛，咳嗽感冒，怕传染给她老人家。这2天恢复的差不多了，带着小弟弟去看老太太。阿爸，光脑上来口奶子，还是来讨讨板板，欢喜个。狗年带现在分口几个？稍微有点麻嗓子，有点麻嗓子。新衣裳哇，那个2个衣裳看上去蛮大的。啊，我有点鼻头有风了哩。刚刚车子上困着去。来看看今朝来讨讨3点2个咸菜，手头还有一个肉丝啊呢。肉丝搿个菌黄肉丝。我都快30岁了，我也做父亲了，外婆还能给我做饭，真是太幸福了。半小时不到3个菜，我们那得3咸菜吃来讲。这个中上选手玩出来哈特2可以说啊。为啥个菜？肾丝菌菇对抗。外婆家开工了。来，在什么了板板里去？我的呀！我们那是扣2的10分钟，你谁吃？阿姨，快点过来吃吧。大人吃饱，轮到他吃了。现在一顿能喝220。我不，你追着，这位啊。走了，我们过2天再来。顺路一起去看一看奶奶，也好久没有去了。小宝宝睡觉了。不光。俺们娘现在经常口进咬不啊，考个呀？啊，考个？因为上一不口进马上。考一点人。